继续来看名嘴朱学恒涉嫌强侵到台北市议员蒋派君，一审方判刑1年2个月。高等法院今仔日二审开庭，朱学恒前一天常常伫面册发文章来道歉。蒋派君讲，对方的律师捌甲伊讲过和解的技巧，但是对方拢无认真甲道歉过。今仔日开庭，蒋派君再度来炮轰，讲朱学恒的道歉，亲像要自助餐安尼。 颠三倒四，兵来兵去。会依照议员的条件去做吗？周美君还是觉得你没有真诚道歉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做够了吗？前后3个人就是时事评论员朱学恒，伊提早半点钟到高等法院，面对记者拢唔回应。会觉得朱学恒脸书道歉是一种诉讼策略吗？ 伫要开庭之前，出现的蒋派君快步上楼，结束点半钟的听讯，双方议员无共识。道歉这件事情对朱先生好像是一个自助餐，希望不被起诉、不被判有罪的时候说他没做这些事，然后现在这个希望换取缓刑、减刑的时候，他又说这个他好像有做，又想一切都想起来了。朱学恒一审判判1年2个月，这个月初出入境的管制又搁放延长到8个月。 张义雄雄伫面册顶悬发文章来回实哩，讲造成伤害，感觉真悔悟，对当事人表示上深的歉意。洪培平讲伊用心同人济，法界也认为伊的实力恐惊是真歹互接受。通常案件到了2审之后，主要量刑因素之一包含说被告是否认罪，那这个部分当然也会是被告犯后态度的考量之一。不过法官一般还是会以被告在法庭上的表现跟陈述为主。 法庭外的公诉呢，一般不一定会采纳。蒋派君要求朱学恒针对缓刑解释好清楚，另外嘛爱说明伫直播中讲到伊62摆9470的部分，严哥拢无得到回应。在大街上羞辱我，在直播里面攻击我，但是选择在 脸书上面，各位可以看到，现在已经基本上没什么人在看的脸书，然后用代号，我不懂的就是骂人的时候连名带姓，道歉的时候用代号是什么居心，有没有诚意？我想大家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强调被告提出和解赔偿是摸唔到重点，追究真相的过程，无的确会受伤，也毋过伊会坚持到底，而且伊个11月初4对2审宣判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